二位爷，这就不怨我了。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！既然巡抚大人已经全省通缉你们，还敢上我这酒楼来？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，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下一章。果然是他，给我拿下！铁卫公，住手！你认识我？我虽不认识你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你做了20多年的捕头，破获无数刑案，抓过无数盗匪，屡受朝廷的嘉奖。去年你因公致残，没了左手，皇上特意恩诏，命宫中的能工巧匠帮你打造了这只可以伸缩的铁手。你怎么知道我这铁手是皇上亲自下诏打造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你是巡抚大人下令通缉的要犯龙三。那你可知巡抚大人为何事要通缉我？当然知道，假冒钦差，伪造圣旨，勾结牛角寨的山匪，打劫官粮官银。铁卫国，你误会了，这通缉令上的案情另有内情。我乃是真的钦差，是皇上下密旨让我来山西公干的。公干？我铁某办案无数，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，但没见过你这么负隅顽抗的。巡抚衙门都已经定了罪，发海捕文书通缉你了，你还在这满口跑马。我告诉你，有什么话，好好随我回衙门说。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没事。快走！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们快走吧。你是谁？铁卫国，看在你平时清廉勤勉的份上，今天我饶你不死。不过，你还是先在床上躺1个月吧。包子嘞，热腾腾的包子。少点钱，少点大礼。没有，闪开！刚出笼的包子。龙小弟啊，我有那么重吗？你怎么跟打醉拳似的，歪歪倒倒的呀？老大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背人，我能背着你一口气跑出华阴县，就已经不错了。糟了，钱，我把钱全都落在酒楼里了。老大，先别想钱的事了，保命要紧呀。龙小弟，要不然你把我放下来吧，你可是金枝玉叶，别到时候把你的龙胳膊龙腿给你压坏了。不行，铁捕头的铁手是我亲自建造的，我知道他有多厉害，你一定伤不轻。咱们得赶紧找一个地方，老给你包扎一下。前面好像有一个茅草屋，进里面休息一下吧。
我也真的是快走不动了。龙小弟，长这么大，还没这么累过吧？那是。哎，你怎么流那么多血啊？你让我看。大惊小怪的，没见过世面吧？没事儿，你先出去，我自己看一下。你别闹，我出去。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不许占我便宜啊！去，赶紧去，出去。真的？真的，快点走啊！走，快点儿！快点儿啊！快去！哎，不是，你确定你自己能行啊？我确定。去。老大，你自己可以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老大！老大，你醒了。哎，你伤口怎么样了？我好不容易才给你包扎好，你千万别乱动啊！我这伤口是你包扎的？对啊。不是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包扎伤口，要是包扎的不好，你千万别笑话我。你怎么能趁我昏迷的时候占我便宜呢？我怎么占你便宜了？那你的伤口流血不止了，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趁机占你便宜。不过你皮肤又滑又软，摸起来确实挺舒服。哎，住口！说什么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抱着我睡觉啊？我冤枉啊！你这流血不止，手脚又冰又冷的，我也不会生火，我只能抱着你睡觉啊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？我现在好了，你赶紧下去吧。我都说让你……哎，老大，你没事吧？老大，哎，龙小弟啊，我怎么感觉我这脑袋这么晕啊？哟，老大，你头好烫啊！这样，来，你先躺下，躺好了。哎，好冷啊！来，把衣服盖好，你就不冷了啊！不冷了。龙小弟啊，我想喝水。水啊，水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水去啊。慢点喝，还要喝不喝？啊！我好冷啊！冷啊！来，你先躺下，来，躺下。好冷啊！这样，我
出去给你拾一些柴火回来，给你生火取暖，好不好？那你好好躺着，别乱动。龙小弟，啊，折腾了这么半天，我怎么还没升上啊？我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笨小弟啊？啊，你柴火放太多了，分开点儿，要不然里面空气不流通，火是生不着的。这可是我第一次把火给升起来了，不容易啊！你这个就叫做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我怎么就五谷不分了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顺道拿了2个地瓜，我现在就烤给你吃。顺道拿的？我看你是偷的吧？我会把钱补给主人的。哎呀，前几日我拿了人家一只鸡，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？不告而取，就是偷。哎呀，行了，说话伤元气，你伤得那么重，别毒舌了。你搓上面的泥干什么呀？那个泥不用搓，连皮带泥放在火边慢慢的煨就可以了。不是，这不把泥搓掉了怎么吃啊？哎呀，我发现了，我这个龙小弟啊，不仅江湖经验差，生活常识也没有。这个泥烤干了以后一掰就掉了，里面的地瓜是干净的。如果这个地瓜外面没有一点泥一起烤的话，里面就糊了。反正老大你江湖经验足就行了，小弟我又学到本事了。你怎么扔火里了？哎呦！你小心点儿，别烫坏了你的龙爪。好的，慢点儿。这烤糊了，哟，这芯里还生着呢，那我再去给你烤烤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没有你那么挑剔。再等你学会烤地瓜，估计老大我就变成干尸了。好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以前做攻略啊，都没吃过烤地瓜，没想到地瓜这么好吃。就我以前吃那些烤鹿肉、烤熊肉什么的，都没这烤地瓜好吃。你看你现在这副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以后还敢不敢说我吃相不好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么落魄的事儿，只有你一个人见过。你一定要守口如瓶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灭你的口。守口如瓶可以啊，
但是我要封口费。好。龙小弟，把我这个也吃了吧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办啊？吃不下了，我好累啊，我再睡一会儿。那好，那来，你先躺下，先躺下，往上躺点啊。李兄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大姐，来我这命吗？不要。哎，价钱好说，结实。你看看这个，不错吧？这瓶里的外敷草药啊，口服。谢谢掌柜的。哎，钱呢？掌柜的，我今日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钱，你能不能让我先赊一下账，改日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？哎，去，没钱买什么药啊？掌柜的，你行行好，我妹妹她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。我这开的呀是药铺，又不是慈善堂。再说了，这救济百姓啊，乃是皇上和官府的事儿，又不是我这个生意人能做的。你要怨，就怨皇上和官府吧，别怨我。哎，站住！过来，你站住！上哪里？哎，站住！这怎么办？走吧，走吧。你过来，走吧。大哥哥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你也想吃烧饼吗？小妹妹，哥哥不饿，是哥哥的妹妹饿了。你能把这张白面烧饼分给哥哥一半吗？等将来，哥哥一定还你10张肉饼。真的，你没骗我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你将来要请我吃肉饼，这块大的给你吧。小妹妹，你真好。你能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喜儿。喜儿，真好听。娘，来当米了。哪来的没脸的东西，居然敢骗一个小孩子的烧饼！这个烧饼可是我当罗培家的银簪子才换来的，居然被你骗去一半。这位大嫂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只是暂时落了难。等我回家有了钱，我一定还给你10张烧饼。还？你骗谁呢？这年头，休说你一个叫花子，就连官府都不讲信用。说好的每人每户1两银子1担米，结果呢？只是给了这么点发了霉的陈年糙米。你们淮阴县也是如此吗？哪年赈灾不是如此？府里的灾民上能领到少许白米白面，到了我们县里，就只剩下这发了霉的陈年糙米了。再到下面各个乡村，剩下的就只能是糠皮了。哎呀，喜儿，以后可不能这么傻了。这些人都是骗子，骗你的。喜儿，你一定要相信哥哥，哥哥将来一定会还给你10张肉饼的。我呸！还不快滚！
我已经吃过了，我只讨了一张饼，我吃了一半，另外一半留给你。龙小弟，你对我这样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可是我吃不下。那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？我好难受。龙小弟，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。别说胡话，咱们两个可是拜过把子的，说好了要难同当，同生共死的，所以为了我，你一定要撑下去。我尽力吧。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第一是恶，第二是丑，第三就是死。龙小弟，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。可以的。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呢。放心吧，人不死，账不烂，你一定好好撑着。要是你不在了，我赖账了怎么办？你不会赖账的，你还会整顿吏治，革除积弊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因为你是一个好皇帝。我之前说过，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，你真的很好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老大，谢谢。所以你一定要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，撑住了监督我。龙小弟，你哭了。原来龙珠是咸的呀。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你哭了。其实，我原本以为，在我父母死了以后，我就已经是铁石心肠，不会再哭了。没想到，上一次我是为了百姓。而这一次，只是为了你一个人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死也知足。老大，你不会死的，老大，你不会的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花儿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。掌柜的，咱们可是说好了啊，这个金镯子我只是暂时抵押在你这儿，你一定要好好保管，改日我一定会赎回来的。放心吧，我是生意人，这药铺开了多少年了，做生意的讲诚信，懂规矩。
傻死了！你干嘛一直看着我笑啊？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我都快愁死了。我本来也快愁死了，但是看到你伤有好转，我觉得特别开心，就是想笑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次你整整昏迷了3天，我都快绝望了。本来呢，我都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了，结果阎王爷说：“哇，这个小姑娘太能吃了，养不了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”我就被遣送回来了，继续祸害你来了。你只是第一次帮我缝了衣服，戳破了手，我可是把太多第一次都给你了。打水、烧火、煎药、收拾屋子、偷人家地瓜，还有帮你清理伤口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不正经的话。不过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没有把我推开，我心里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。龙小爹，你得跟我发誓，这件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。好，我发誓，不告诉别人，替你保密。咱们明天雇辆马车回京城吧。我也想早日回京，你身子受得了吗？我的身子都已经好了。龙小爹，你是条龙，所以你应该回到海里去。我这个只会吹牛的老大根本保护不了你。万一你在外面遇到危险了，那我就算死上1万次，也不足以弥补我的罪过。呸！死什么死？我知道了，我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哎，你就打算穿这件脏兮兮的衣服出去啊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说冷的吗？我现在已经不冷了，龙小弟，你好歹是个皇上啊，不能这么不体面。那，你看看你，刚一醒来就开始奚落我了啊？哪有？我的伤还没好，跑不了太长时间，必须在短时间内甩掉他们，找个地方藏身，才有可能逃脱。屋里只有那个丫头在，记着留活口，只要有她在咱们手上，她哥哥武功再高，咱们也不怕了。是，走。部队，快追！这边，快！这丫头轻功虽好，但受了重伤，肯定跑不远。追！是。一环，别怕，你一个人逃呢，只活了1个李一环。可龙小弟若是活着，就能救天下无数苍生的性命。你们看，他在给龙三报信，快发暗器把孔明灯射下来！不行，这狗狗巡查暗器都射不到，先抓住那丫头。走。简单的追！是。我走了一婚怎么办？他冒险向我示剑，一定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。他轻功虽好，但此刻重伤未愈，
一定会很危险。可是我回去也救不了易欢，反而会把自己也搭进去。易欢几次为我不顾生死，我却自顾自逃了。我如此胆小自私，又有何德何能君临天下？我不仅是易欢的龙小弟，更是大清的皇帝，又岂能因小失大？死丫头，轻功那么好，武功却平平。现在我刺伤了你的脚，看你怎么跑！带走。是。起来。龙小弟，你快逃！千万别管我！快，快逃啊！主子，怎么是你啊？易欢呢？救易欢！起来！刚才跑得跟飞似的，这会儿装死。他不是装的，他本就受了重伤，还未痊愈，刚才又中了你一刀，所以才会虚脱昏厥。老大，这丫头真俊，反正二公子说了，把龙塞他们一行人全部杀掉。不如咱们先……不行，咱们不是他哥哥的对手啊，还得留着他设套，抓他哥哥呢。哎呀，咱们只是玩玩嘛，尽量怜香惜玉点，别弄死他就行了。也好，老子也实在忍不住了。拿着刀。怎么了，苏大人？快准备接驾！接驾？皇上在哪儿啊？那个穿补丁衣服的就是皇上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你要是再晚来几天，说不定朕就要去见先皇和太祖皇帝了。奴才罪该万死。皇上，索大人跟大塞在途中遇见不明身份匪徒的袭击，九死一生，才找到玉巴赞将军的军营。刚一到营门口，就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，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。他宣读了皇上的密旨之后，没顾伤好，就跟玉巴赞将军赶去山西太原，在途中遇见了奴才，得知了皇上已经启程返京，所以才一路追了下来。朕已经知道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欢妹，醒醒啊，欢妹！
滚！小师妹，我走。小师妹，我也是一时冲昏了头，情不自禁。情不自禁？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心？你明明知道我跟大师兄定了亲，我是为了大明的太子妃啊！你还知道你跟大师兄定了亲，是为了大明太子妃？那你还跟康熙？你可以和霸气的狗皇帝亲热，我亲你一下，就变成了不知廉耻是吧？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的话？你走！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小师妹，我错了。那要不，我现在带你去找大师兄啊？你是不是一直知道大师兄在哪儿等我们？你为什么不带我过去？你把我抱进山洞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走，滚！我数3个数，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咬死自己。好，我走。3，我走，滚！这都3天了，李欢怎么还没有消息？都没有。那些黑衣人不像是刘德昭的手下，而像是吴三桂花重金聘请的江湖流寇，身份不明，很难追查。眼下还没有证据证明那些黑衣人是受吴三桂所指使。吴三桂只知道龙三是普通钦差，而不是朕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只怕易欢会更加危险。所以，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。皇上，请您放心，奴才已经吩咐下去，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。其二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、危及圣安，奴才及手下将士未惊动地方官府，而只是秘密行军。你做得很好。皇上，那这刘德昭该如何处置啊？刘德昭乃胆大包天之徒，岂会束手待毙？若能逼得他叛乱，岂不是好？皇上，刘德昭居然敢下令通缉皇上，害得皇上九死一生，更害得臣妹生死未卜。臣恳求皇上立刻下旨，将其处以极刑，灭其九族。这个刘德昭纵然将他挫骨扬灰，也难消朕的心头之恨。臣愿意传旨问罪，捉拿刘德昭，为皇上分忧，为臣妹报仇。这刘德昭，毕竟在山西经营多年，若这么明旨问罪的话，让他知道了朕便是龙三，龙三便是朕，只怕他会狗急跳墙，联合众多的涉案地方官员起兵叛乱。纵然起兵叛乱，也成不了气候。御八赞手下都是以夷敌十的八旗精锐，一定能把他们收拾干净。皇上，奴才愿立下军令状，替刘德昭的人头来见。不必了。犯下滔天大罪的只是刘德昭等贪官，他手底下的官兵也是我大清的子民，又何必激起兵变，徒生内耗？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刘德昭此时啊，一定知道龙三被御八赞给接走了，他一定会心虚。如果朕所料不差，他弹劾龙三的折子已经在快马送往京城的路上。待朕回京之后，朕派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员去接见刘德昭，就说他和龙三互相弹劾的折子，朕都已经看到了，朕不能偏听偏信，要宣他进京，和龙三当面对质。哎呦，皇上，您这可太英明了。想那刘德昭自持手里面有假圣旨、假玉玺，他必定想侥幸最后一搏。这样，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的进京来对质，到时候我们便可不费一兵一卒，让他自投罗网。想不到他经历了如此大病，受了那么多此前从未受过的屈辱，还能如此冷静。若换了我，只怕会亲自率兵去捉拿刘德昭，一块凶夷。又如此强敌，我要光复大明，谈何容易？皇上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皇上尽快起驾回京吧。眼下易欢还生死未卜，朕放心不下。是啊，皇上，世淑姑娘是下落不明，可是您留在这山西，那也没有什么益处啊。建清，你快告诉我，易欢是不是已经……我不会再也见不到易欢了吧？叔父放心，易欢不会有事的。啊？难道你已经有了易欢的下落了，只是瞒着皇上？
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。易欢现在是安全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把他找回来呀？自从鳌拜在康熙面前点明我们兄妹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康熙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其实早就对我们兄妹存下了一份戒心。不过经过这几次我们兄妹出生入死的救护他的戒心应该已经消除了。但若是让易欢这么轻易地回到他的身边，说不定他反而会误以为这一切不过是我兄妹设计的苦肉计而已。你的顾虑也不是杞人忧天，但你可知，不仅皇上，就连索额图也在暗中怀疑你们了。索额图？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什么破绽？破绽倒是没有，只是他这次前去调兵，途中遭遇了几波江湖杀手的突袭，他怀疑是你暗中指使。他眼见皇上宠信你们，而易欢又为了救护皇上而被黑衣人掳走了，就没敢对皇上说，只是私下里和我提起过。所以我马上把你叫出来，就是想提醒你，一定要当心索额图。多谢叔父提醒，侄儿定当小心行事。好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皇祖母，可是有皇上消息了。索额图派人送来了密奏，他跟玉巴赞已经顺利的接驾，皇上平安无事。阿弥陀佛，妾身这悬着的一颗心，也总算是放下来了。不过皇上目前不想回京。为何？皇上在索额图搬取援兵之时，接连遭遇了官兵和几路神秘杀手的追杀，幸亏李氏兄妹舍身相救，才脱离了险境。李焕为了引开杀手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这李易欢本来就是奴婢之身，为皇上牺牲乃是分内之事。难道皇上为了寻他，就这么一直不回京了？索额图密奏说，皇上的遭遇追杀和李易欢的失踪都甚是蹊跷。难道这一切都是有人布的局？来，娘，你先吃。娘不饿，你吃啊。娘骗人，我明明听到娘肚子在咕咕叫。喜儿，还认得我吗？哦，大哥哥是你呀！喜儿，在吃什么呢？我娘煮的野菜糊糊，家里的米面都吃完了，只能吃野菜了。我娘说要再过几天，连野菜都没得吃了。这位公子爷是？我就是那日分走半张白面烧饼的叫花子，这次过来兑现对喜儿的承诺，还你们肉饼。真的，娘，我就说嘛，大哥哥是不会骗我的。哎呦，你看我这眼睛，那日小夫人说话多有得罪，还望公子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以小夫人一般见识。没事的，大嫂，在这灾荒之年，人人都只能顾自己。这喜儿啊，能把仅有的一张烧饼分我一半，这等大恩，也是让我终身难忘的。来，啊，肉饼，整整10张肉饼，赶紧吃吧。娘，你先吃吧。谢谢公子爷。大嫂，能不能把这碗野菜糊糊给我喝呀？这，公子一看就是出身不凡的大富大贵之人，如何喝得这个呀？大嫂，这是粥钱。这
这可如何使得？没事，收下了，这是我欠你们的。相信我，很快朝廷就有新的赈灾措施下来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们了。李太医，眼下易欢还没有消息，但是我已经决定明日回京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主子言重了，主子乃万圣之尊，不宜久离京城。而且太皇太后已经传来懿旨，催主子回宫了。最重要的是，眼下山西有数十万的灾民急需朝廷的救助，更有看似表面祥和，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的朝局，需要我去治理整顿。这是易欢为何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救我的原因。所以，我不能辜负他。主子能以国事为重，是臣妹之幸，更是天下百姓之幸。请主子安心返回京城，寻找营救臣妹之事，就交给臣去做吧。臣正在想办法，通过一些江湖人士，打探那些黑衣杀手的下落，相信很快便会有消息。那一切都拜托你了。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已并非我的臣下，而是我的朋友。易欢更是我唯一的红颜知己。如果他，那将是我穷尽终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好饿呀！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出去找点吃的。烧鸡，还有酒，进来吧。我不是说让你滚了吗？我滚了，我真的滚了。可是你的伤没好，我不放心你，而且我算了一下，我留给你的水啊、干粮还有药，你差不多也应该吃完了，所以我就又回来了。你如果真的关心我，就应该把我的行踪告诉朱哥哥，让他来接我。没脸见他。我前不久做了一个很怪的梦，我梦见有个人跟我开玩笑，我推开他，还让他滚。不过现在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那个怪梦我也都忘了。真的？哎，不好的梦，忘了就忘了吧。但是下不为例。快吃吧。康熙和大师兄他们就在前面5里外的林子里扎营，我不能继续再往前走了，会惊动林中暗哨。叶哥哥，你赶紧去找倩影姐姐会合吧。这几天她一直在吴应奇那边帮你撒谎，一定很辛苦。信号弹你拿着，等我走了以后再放。我不想和大师兄碰面。好好照顾自己啊！保重啊，叶哥哥。你也是。
京城再见，保重。放了这个信号弹，猪哥哥就能看到我了。如果猪哥哥和龙小弟知道我平安归来的话，肯定像两个小傻子一样，嘿嘿，乐疯了吧？猪哥哥，你得快点来接我呀！文心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已经没有大碍了。多谢皇上关心。以前在宫里啊，朕只觉得你温婉博学、知书达理，没想到你还如此有胆有识，屡次不惜性命救朕。就只此一点，整个后宫无人能及你。那叶欢呢？叶欢他也是朕的知己。朕也想将他纳入后宫，只不过他始终都咬定不肯，而且他已经许配过人了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臣妾有一事要向您禀报。雪嬷嬷的病已经好了，只是她伤心我爹的死，想为我爹守灵3年。臣妾未向皇上请示，便自作主张的准了。还望皇上恕罪。雪嬷嬷忠心护主，就由她去吧。这些小事你自己决定就行了。是。猪哥哥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我给你发的信号啊？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呀？这位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驻扎在附近的军营呢？走了，他们在这儿待好几天，今天一早才走。啊？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. 去，把剑拿过来。再来。不必了。论武功，从小到大我从未赢过你。不只是武功，其他任何方面，你也永远赢不了我。是，我永远都比不上你，从身份到能力。那你还痴心妄想，跟我抢一欢，自不量力。大师兄，你误会了。我从未想过和你抢小师妹。欢妹是不是在你手上？我今天早上就把她送回清军营地了。你没见到她吗？她能平安回来就好。这几天我一直四处寻找你们，没有在营地里。你怎么知道？
是我救的易欢。那夜，我找到康熙以后，就去追踪那批黑衣人的下落。结果发现，他们全都被人一剑毙命。你的剑法我再了解不过了，就知道，是你及时赶到，救下了易欢。可我还是去得晚了一步。小师妹的脚被他们给刺伤了，失血过多，已经昏了过去。我只好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她疗伤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送她回来？也没有给我发信号。我给你们发了那么多信号，你居然一个都没有回应我。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是男人，就要敢做敢当。好，我敢做敢当，是因为我太久都没有见到小师妹了。好不容易见到她，我不想那么快就跟她分开。我只是想好好照顾她几日。真的只想照顾她几日这么简单？大师兄，你这么说，侮辱了我这个师弟不要紧，你还侮辱了易欢，更侮辱了你自己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。不过你给我记住了，注意自己的身份，否则我绝不饶你。其实你不必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，我对小师妹的心伤不了你，倒是小师妹的心。她的心怎么了？大师兄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小师妹虽然武功平平，但如果就论轻功来说，连大师兄你也要甘拜下风。她是为谁预选的？这没什么，我跟倾城也救过康熙，我们都不过是想利用他，颠覆大清朝廷而已。大师兄既然如此说，全当小弟多嘴了。我还要赶去跟樊师姐会合，先告辞了。皇上离宫月余了，若是没什么意外，也该回宫了。妾身心里也是这般想的，今儿一早很早就醒了，就盼着皇上能早点回宫。皇祖母，怎么了？是皇祖母怎么了，还是你自己怎么了？你今天这个妆啊，化得太浓了，这服饰也太讲究了一点吧？妾身只是想这般盛装迎接皇上回宫，皇祖母觉得有何不妥？今天你浓妆艳抹，其实呢，是想讨皇上的欢心。哀家明白。但是你没想到啊，皇上在外面历尽磨难不说，那个李易欢，至今还下落不明呢。他心里一定是不安静啊！你这样一来，不是适得其反了吗？皇祖母提醒的是，妾身现在就回去换一身装束。孙儿给皇祖母请安。皇上啊，快请起呀！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都起来吧。孙儿啊，你这次为府私访收获一定很大呀！嗯，看这个精气神儿跟以往都不同了。皇祖母，此次出巡确实受益匪浅。大有出宫一趟胜读10年书之感。那为何要愁眉不展呢？
叶欢为了救孙儿，落入了一群黑衣蒙面人之手，至今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。孙儿的心里很是担心。这一皇姑娘能够拯救皇上，这是她的本分呢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她的荣耀啊！哀家一定会派人把她寻找回来才是。皇上不必太难过。皇后，朕还是第一次见你穿这么素的淡妆呢。皇上微服查访赈灾，受尽磨难，妾身在宫中理应与皇上同心，与民同忧，自然要穿得素淡一些。皇后有心了。对了，朕还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。皇上言重了，无论任何事情，妾身都听凭皇上裁夺。哎，你是这后宫之主，这后宫中的事情，当然要征询一下你的意见。此次丽嫔随朕出巡，几次为了救朕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她的爹爹舒建也因公殉职，只留下这么一个孤女。所以，朕想升她为丽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李公公，叽叽喳喳的，怎么这么没规矩？什么事？之前皇上不是吩咐过，一旦有世淑姑娘或者李太医的消息，就立刻过来禀报吗？怎么样？可是有易欢的消息了？回皇上的话。 暂时还没有世淑的消息，只是李太医回来了。皇祖母，那就让皇后在这陪您聊会儿天儿，虽然先行告退。恭送皇上。怎么样？你可找到易欢？她可安好？她不是回营地跟皇上会合了吗？没有啊。怕是她回营地的时候。 你们已经撤走了，当时还算安好，只是脚受了点伤。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为何不跟他一起回来？皇上，臣并没有找到易欢，而是发现他从黑衣人手上逃脱的一些线索，所以我还以为他已经跟皇上一块回京了呢。